我細個就喺阿爸間洗衣鋪幫手㗎啦。佢退休之後唔捨得間鋪同啲街坊，所以我決定返嚟接手阿爸間鋪。啲街坊聽到都好開心。但係間鋪嘅年紀都有返咁上下，要撐落去同換新架撐，咁就要諗計開源節流。我打去中電問電費單轉名，佢哋熱線嘅同事好熱心，除咗教我處理轉名同埋用自動轉賬繳費之外，佢知道我哋啲小店營運資金有限，仲介紹咗中電節能資助計劃，以及為中小企而設嘅銀行開戶優惠。等我換新架撐之餘，仲可以慳返筆，守業之路有個好開始。其實細個嘅時候，我都係住喺附近，成日見到陳生爸爸幫到細陳生減輕接手嘅壓力，我都好開心。一生為你 all for you